喺旺角鬧市，有架 Benz 喺度瘋狂駕駛，左穿右插，去到朗豪坊對出嘅砵蘭街，先後撞到兩架私家車、一架的士同埋一架警察衝鋒車，車上一男一女即時就被多名警員制服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、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喺今日2025年3月11號晚上嘅9點半，喺旺角朗豪坊，一部黑色 Benz 懷疑逃避警車追截，駛入砵蘭街之後就被一架停燈嘅的士同埋一架藍色嘅 Tesla 阻擋去路。Tesla 一度向左閃避，Benz 企圖衝前逃走嘅時候，終於就被卡咗喺 Tesla 同埋一架泊喺路邊嘅黃色私家車之間。Benz 於是褪後，結果就撞到架警方衝鋒車，車上兩名男女跳車逃走，即時就被多名警員制服及拘捕。現場所見，警方喺朗豪坊對開拉起封鎖線，封鎖砵蘭街嘅馬路同埋行人路。被撞嘅藍色 Tesla、泊喺路邊嘅私家車、警方嘅衝鋒車同埋未被撞到嘅的士都停喺馬路中心。大批警員分成多架警車趕到現場，被捕嘅男女黑布蒙頭，雙手以孖葉反鎖喺背後，喺現場接受調查，同時亦都 call 咗警犬到場，有警員拎住電筒搜查涉案嘅私家車。我自己睇完呢段新聞呢，我就覺得似係快餐車多啦，尤其是呢期興太空油。不過廣大市民關心嘅應該就唔係架車喺度做緊乜，而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乜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